文是，我听这个我都执迷啦，执迷这讲义，你书记这讲义也是，因为你言其清净，你性空的意思就是清净嘛。性空换句话叫无染嘛，对不对？性空就是一个无染嘛。你言其啊，你言其，你有一个染啊，可是你还是在这边转，你还进不到性空。性空的观，这个观照，观就是力量起来了，照就是清净无染，能够，因为就是你一定要离相，这个相不离，你没有办法达到极昧。所以就叫做心灭免疫，心灭免疫，心灭为乐，极灭为乐，极而常照，灭而常定。所以你今日去一定这地爱起掉，因起了这地，因为这地起了后，当中这地力量有起来，关键的力量有起了，你达到极灭。这个当中你不可以离开缘起，也不可以离开性空，这个叫做色，这个叫做空。这是这空有不二的道学，人为什么说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断外。